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风台上升的消息。透早2点左右的时阵，中度风台凤凰已经离开菲律宾。气象署预告，那照目前这个路线为台湾的中南部登陆的可能性是真大。那真正登陆，会正做58年来头一个伫咧11月份登陆的风台。 凤凰风台最高限登陆菲律宾，伫东南部的比克尔区，风头好大，大范围停电。菲律宾全国有8万人提前有防性撤离。Marami pong nakapagsabi na malakas daw po, malaki ang bagyo na to, kaya pinaghahandaan din po namin. Siyempre po natatakot kami dahil baka sa gabi dumating, kung kailang gabi, tsaka kami tatakbo, 气象署讲，8月透早2点，凤凰风台中心已经出海，进入南海。往台湾过来了，对倒位登陆，就要看伊向北边驶角度才知影。因果若照即马行的方向看，就有可能对中南部登陆。偏台湾海峡，然后东北上来，那当然也是有可能靠到陆地这边登陆。对，所以它现在登陆几率目前报起来是比较高啦，那是以中南部这边登陆机会是比较高的。 8日受到东北季风甲风台外围环流相重影响，落雨的范围会自大台北以东一直到东半部甲恒春半岛。8、3、12风台搁较晚，中心若登陆，落雨的范围会伫华东中南部较侪。13开始有可能已经减弱成这热带性低气压，到时落雨的范围会集中伫咧中部以北，因过雨会较细，可能8日尾仔嘛或者是暗时发海警，8日早起发到上警报。 像今天、明天，然后一直到周3，大概都还是有迎风面北部东半部这里降雨是最持续的。那中南部这边，它要等到它的暴风圈它的中心很靠近台湾的时候，会影响才会比较多。顶一个伫11月登陆台湾的风台，是1967年的极大风台。凤凰风台若是登陆，将会正做58年来第一个伫11月登陆台湾的风台。 虽然已经秋天，不过大家也是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